变成诗，斑斑人嘅声音哈，当有嗰种家乡嘅味道。其实我做当人嘅歌声都可做得深度，我特别细时间，谈到山歌嘅，或者我谈到老人家爱情嘅嗰种感情。山歌了来唔难。而家韻腳強韻嗬，佢曉得用轉彎嘅音嗬，呢係前好嘅表現方式。山歌了啊，唱啊，心莫开哟，莫错过的心爽，闹热大力腿，闹热向下來。好，原本要多人呢淘汰賽比賽啦，聽呢個禮拜嚟咯，呢禮拜啦，嗬，係啊，上禮拜東強呢，上禮拜全部高冠嗬，高冠，係啊，冇一比變淘汰，有啦，嘅傳統組有一比簽時淘汰，簽時淘汰，沒完全淘汰，係，流行組很厲害呢，嗬，上禮拜全部都高冠，全部高冠厲害啦，嗬，坤坤下禮拜哦，大家加油咯！好，你嚟介紹下你今日評審先生。介紹先生，前司先生，羅桂麗先生，總經理先生。好嘞，先生介紹的，先嚟進行今日重金挑戰賽。哎呦，四廿妹咯，嗬。好，有啲新年咧嚟春獎金啦。春獎金，獎學金哈。碰見個表演啊，好，這個表演的後尾巴獎金就是他的。好。表現不好的話，那就沒有啦。獎金是我們的。所以聽說。我們節目的一人1500。平分啊！聽說這個小妹妹跟我們一位評審老師有點關係。真的嗎？裙帶關係啊，沒。那就不是這個傳統姓氏啊。傳統組位。傳統組位。傳統組位。秋霞老師啊？不是。啊，不是。好，等下上來時間，佢創題按照好好嚟訪問佢啊，好唔好？嚟。羅怡瑞帶來奉茶。好，嚟行啦。妹妹你好，你好，唔好講喊嘛，啊，唔係啊，按糖嘅是，啊糖嘅是哈，哦，按今年多少11歲，11歲。聽說你跟我們節目當中的哪一位評審有關係？羅茵茵，他是你的誰？姑姑，姑他是你姑啊，姑姑啊？哦，姑姑會不會很兇？不會，姑姑過年有沒有包紅包給你？
没有。那姑姑平常会买东西给你吃吗？不会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阿啾的姑姑啊？那你以后不要叫她姑姑了，好不好？换叫我姑姑。不是，你以后叫她姑婆。虎姑婆。姑婆，我告诉你，你长得比你姑姑漂亮多了。你看你眼睛也比她大。干嘛？你看，我们的保全呢？对，那个是有老虎，有老虎，对，有老虎。隔壁那卖嘢，啊？哦，嫂子。你说他的嫂嫂？好，妈妈要来呀，那是妈妈对不对？啊哈。嗨，妈妈，你好。妈妈，你从小就有想说要培养她吗？还好，他平时就比较喜欢唱歌。哦，那是由姑姑教吗？有姑姑有教。哦，姑姑是教他唱山歌吗？都有。都有啊。流行歌也会。流行歌啊。对。姑姑不是只会山歌吗？姑姑也会唱流行歌啊。真的？真的还假的？那你都教他唱什么流行歌？姑姑。谁妹安讲？然后用小调诠释。谁妹安讲哦？这个八公怪怪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姑姑有教你那个八公八婆，莫吃鸡，莫吃鹅。有吗？有啊，那你唱一次来。八公八婆，莫吃鸡，莫吃鹅，莫吃鸡，莫吃鹅。四只阿伯唱皮婆，四只阿伯唱皮婆。猪笼鸟唱两河，猪笼鸟唱两河。爱是你就是，不是那样无奈何。请你19冬天了，请你19冬天了，就算没法度，请你快走点嘛。很有节奏感呢，而且他不怕生疏，叫他唱就唱。你看他那个声音刚刚一出来，那个穿透力，哇，说哇，年轻这个小孩子的声音没有受到污染哈，哇，好棒啊！受到污染。不像我们这个身经百战，没有像我们你就被摧残过了。你干嘛？姑姑要讲话，我没有要问你啊。我要讲。讲什么？对于这个侄女，你有冇想我搞几创客家歌呢？没有，应该是说，其实我讲係因為佢細細嘅時節啦，吼，佢嘅爸爸我嘅哥哥又講佢嘅心願就是可以上電視，走在送電視，佢嘅信念。哇，那麼小就有明星夢哦。啱過佢挑戰 Key 的李亞平給些，他說他不想上電視了。為什麼？好緊張，對啊，佢講佢動緊張。對啊，是因為看到我緊張嗎？我又不會吃人，八公的臉，我又不是虎姑婆，很恐怖，對不對？八公的臉，八公的臉很恐怖，對不對？對呀。他點頭哎。冇啦，然後佢又當我唱歌，香港呢，我嘅哥哥、香港嫂嫂，佢都入培養，他們2個孩子都有學鋼琴，哥哥還會打爵士鼓。哦，真的啊。對對對，所以佢就對你方面當入興趣，從客家歌曲係因為我嘅阿爸香港。我給棒妹，就跟他講說啊，姑姑會唱歌，你就跟姑姑學，這樣。對。那既然因為要參加比賽，那都獎金。他嗌阿老佢講，你哋片唱歌要做得上電視，唱得好呢，老師如果幫佢高分，做得那都獎金。對，這樣子你就不用包紅包了。對。好啦，你哋唱欣賞的公平，那要世輝老師。世輝老師。OK， 你幾年級啊3年級。你3年級的音準好準哦。如果你想要繼續唱歌的話，那個鼻子的音啊可以降下來就好了，這樣好不好？
好，你的音准超准的，我很少看到小学3年级的音准可以这么准。重点是你的表现都很自然、很大方。人家小学3年级的时候音也很准。是哈，我也是啊。太过分了。没有，我要讲的意思是说，其实如果说针对音域，我们音的高跟低来讲，你都掌握得很好。好，然后也没有怯场，好，没有像姑姑讲的，你在那边你就不想上来了，因为罢工的关系，好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对了，你上来就对了，好，非常好，今天表现我给你很高的分数哦。好，帮你补红包钱，哇，好，来看一下其他现场，还没分到过分。好了，罗一瑞分数。哇！所以咯，你就不用紧张嘛。有没有过关啊？随便唱一唱，你看就97分呢。OK，还可以得到3000块奖金呢。啊，来，颁发3000元的奖金。来，3000元奖金。啊，这3000块会不会被姑姑拿走？那3000块你要留起来怎么花？存起来。存起来好乖哦，躲起来。哎呀，存起来啊，不要给哥哥拿去哦。哎呀，好啊，谢谢你哈，谢谢你，下次有机会再来哈。好，不要来参加传统组的哈，好不好？好，3000块请拿回家。好，谢谢哈。淘汰赛比赛规则：参赛者各创一首歌位，分数88分以上做得过关，分数没达到88分强势淘汰。好，来，加个真系要比赛啦，淘汰赛比赛哈，来，安尼唱一下那个叶嘉修老师。来，基本咧嗰集淘汰賽吼，頭先有看到個妹妹咧吼，佢親模壓力一樣唱歌，你睇睇體重咧吼，基本咧做唔得唔記得嘛吼，音準啊，吼節拍啊，係咪情感啊，吼，你都要加在一起。所以各位加油！稳的唱啦，歌詞冇跌破啊，冇跌脱，這應該高管冇乜問題啦，好唔好？好，來有請 TV 楊嘉琪帶來《相思上唔知》。好嚟，等過來。大家好，我是袁嘉琪，今天我要唱一首非常甜美又轻快的歌，希望能得到很好的成績，大家幫我加油哦！心情都美妙，有你在身边没烦恼，只为幸福快乐永远平安到老。当你体验演嘅心跳，充满甜美愛情味料，也將體態掛在最高，愛神絕佳缺了。哎呀呀，有會對你生的傷情，哎呀呀。因為甜美你嘅心，哎呀呀，我有甜甜蜜蜜的談意，哎呀呀，表皮不能迷離，哎呀呀，因為對你生的傷情，哎呀呀，因為甜美你嘅心，哎呀呀，我有甜甜蜜蜜的談意。哎，哇，佳琪，两位主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真的女大18变哈。我觉得越来越漂亮。对呀，你以前来的时候，虽然跟现在一样也是瘦瘦，但以前是瘦瘦干干的。那现在呢？就是现在干干瘦瘦而已。瘦瘦干干，有一点蜕变。哎呀。哎，小女孩，你平常吃的很多吗？是不是懂多吗？就1碗。
一碗白饭，然后配菜，然后3餐都正常吃吗？他还有点心呢，加点心啊，还有加零吃宵夜食啊，有吃宵夜，都有。那吃都跑到哪里去？就吃不胖啊。你这样会气死那个李文馨啊！很厚哦。哎呦，对啊，你冲动妈妈啦。那文馨，你平常怎么？你吃多少？你平常你3餐都正常吃吗？不正常。不正常是因为工作的关系。对。那哦。他又回来了。对了。那伤害人家了，快点。在人家伤口上撒盐。他还没唱哎，会影响他的心情。先让他舒缓一下这心情那以后哎。好，按你来谈一下欣赏的公平啦哈。好，欢迎叶嘉修老师。嘉贤哈，实在讲根本冲得真好，一开始就不错。不过我还是想要建议你啊，就是我上一期我也讲过了哈，就唱歌清浅的，你还没开始唱的时候，听到前奏，你就想个唱那个旋律，然后要跟着那个节奏在动。你根本是有一点点小问题，所以你进到副歌的时候，那个节奏只要一变快，你就一直抢，因为你身体没有在跟着在打节奏。所以安排个从国家，就是下一次再来，可是整个的状况就要维持到，在像开始你在唱歌的感觉，听到前奏就要前奏跟着旋律哼，身体跟着节奏一起摆的话，整个歌就会很平顺的。嘿，至于瘦不瘦，吃多少你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从小看到你旁边那一位就这么瘦，人家现在也那么漂亮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嘿。主要你把歌好好唱就可以了，嘿，以后像他一样这么棒就可以了，嘿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安子飞，安子飞，谢谢阿公。对，他以前更瘦，因为生完以后就更胖。女人伟大的地方就是在这里。对，现在是我的体重巅峰期，不要惹我。后来了，看本书来。好，严格起个分数。90分，容易哈，满意吗？他有疑惑哎。这个，是啊，你觉得太低啊？那你就要下次要加油啊。对呀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吃胖一点啊。好啦。来，回家休息哈。我来杀来。来，分众带来大兵一定要。好的，唐哥。今日天摆来到闹热大擂台的节目，针对上摆评审先生讲的缺点。专业有加强练习，希望今次唱的歌能够顺利过关，希望大家人来加油。上行爱慢慢行，下行唔好紧拼拼。有人讲万事起头难，一定要坚信慢慢行。做人来行前路，有歪路唔好行，成功失败一般般。但太总是惊，太高认真做，成功总袂难。人将精神来打拼，人生路长，人生路长，打拼一天涯。
两位主持人好。哎呀嘿嘿嘿，林战一欣赏以后，因为哎，够冲的哦，真的是很强啊，连选的歌也是。客家话当中枪都冇照用嘅，真的，但我看到有9%是不是枪哦？还好还好，有啊，那个神似度哦。枪下咧客家嘅太司级嘅人物，咩懂好啊？你个青岛人安尼讲吼？哎，有演讲，有演讲过啦，对，有演讲。哎呀。加去条歌咪唱迄林战一先生写的嘛？哎，对。哦，就会牙歌哎。也做诶，这有点取样。哦，安尼好乐歌的爱拼正的呀，嗰种感觉。嘿，客家嘅爱拼正的，做大片一天样咧。冇错，冇错，好。那今日变到用版咧。用版咧，他唐亚先生讲的。有唱的徐世辉老师。好嘞。因为今日首歌诶，听起来感觉应该系古灵人的歌诶，吼，古灵人士的歌诶，所以今日可能唔系咩感冒的关系，人个弹音当中，吼，也系你本身唱歌就会带一点弹音，好，还好没有影响太大啦，哈。希望我建议嘅吼，做喺讲唱歌的时节啦，因为。我感觉做喺唱歌的天，无正经讲用古灵人的心情，老艺术歌的应该要表现出来，用嘅老佢唱出来，安尼较大爽。冇法其实啦，老嘅谈面嘅事情，表唔记得嘅话，其实唔记必作到一稳。不过有啲地方可能讲唔欢喜嘅时节嘅地方，可能还去想一下，唔好可能一记盲唱所人就停做问题，像人家一天爱坚持慢慢行。慢慢行呀，3+4道嘅创作，唔怎欢喜。有人讲万事一条难，一天来坚持慢慢行。所以唔欢喜嘅时节嘅长途、短途样办，拿作到嘅安尼应该嘅时间可能作较稳定嘅，吼。其他部分咧，就係講嚟講嘅，因為係鼓勵人，所以嘅情緒嘅帶動嘅，講嘅大小。没有抓得很好，这比较可惜。好，不过唱个一稳啦，公司猜。好 ，OK， 安之 C 来太高。好，来看下分数咯。来分总嘅分数。嘟好过关，生意哦，哎呀，分数一门价哦，吼，哎呀，哦，加油啊，加油哈，安之 C， 好。好来，接下来，钟东升带来情歌纯欣赏。来，弹个啦。大家好，我係鐘東升，今日來到鬧熱大擂台嘅節目，針對上次嘅缺點，我要再要好好嘅加強練習，今日要唱一首情歌傳欣賞，希望相信大家人加油。跳歌对你来讲是一个挑战啊！看看男孩子唱看有没有不一样的味道。男孩子唱情歌最好听的，像你旁边那个唱情歌，他不一样，多好听。他是受到摧残。他唱亲密一条歌，我发现你这个男的很凶啊。对啊，好像人家如果不答应你的话，你好像就会要怎么样？对人怎么样那种感觉。我慢慢唱。变吗？
爱的心酸。经过错心酸。谢谢。两位主持人，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，对。哎呀，我记得上拜有问讲，迄咩原住民的朋友嘛？唔嘛哈，有问过嘛哈？有。咁啊，祖先嘛有跳到啊嘛？冇啦，冇跳到啦。冇跳到。那你要安深邃呢？係啊。你怎麼那麼深邃？啊，可能係有跳到。沒關係。冇關係。冇關係啊！唔講今日跳歌對你來講係一個挑戰啊！係。哦。用版稿，没对你的功这是情歌啊，看看男孩子唱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。哦，哎，男孩子唱情歌最好听了，像你旁边那个唱情歌，他不一样，多好听。他是受过摧残的，看到他有我丢一颗球他就接了，接得很好。我被吹得很惨董事他董事他谢谢。来，唐爷讲评来。有请郭丽老师。董事哥，请教一下，你喺咩动作都攞比赛，或者讲要做一二嘅表演？完全冇。完全冇。咁即係上卡拉 OK 嘛？有啦，有。3拜啦。係咪嗬？因為我看你唱歌在舞台上，我嘅台風非常非常嘅穩啊，非常非常嘅當然痴心啊，痴心都稱好嗬。謝謝。也喺你喺舞台上我嘅表演者，應該有嘅基本嘅態度啦，有信心人家怎上去彈唱歌嘅，唔想唱係冇馬上彈哦，也當中嘅嗬。基本上唔唱，基本上唱一首歌嘅表現冇乜嘅問題嗬，因為一下還算係我嘅比賽啦嗬，下望正式進入到核心賽，所以呢，一方面我哋平時打分數也唔會聽嚴格，第一我本身係習慣，係相信當到嚟比賽有個參賽者呢，當然係第一擺來安排嘅舞台表演嘅，心理嘅緊張難免，心理一緊張就會造成成績嘅影響。所以在初賽嘅階段，包括第一擺嘅淘汰賽，我哋平時盡量會分數標看來，嚇啊，人家就參賽者都有看樣練上來，盡量做到嗰種原因呈現，嚇，係一步一步嘅習慣咗舞台以後，成績就會越來越好。我相信以人家嘅實力嚟講，在舞台應該冇問題啦，順地被進去啦，嚇。包括本人也好，本後包括參賽者也好，要慢慢適應這個舞台。真正老師一細細的拿出來，用評審看到人嘅成長、人嘅進步、人嘅分數就會天天成長、天天進步。好，同時呢個加油，謝謝老師，謝謝哈。好，謝謝哈。嚟看一下分數啊，還蠻看嘅，你這邊來。從董事嘅分數。謝謝。好，回頭休息。衝佢哋要攰。懂之通啊，係呀，唔是人搶。好嘞。接下來祝福嘅哦，哈，朱鵬軍帶來飛家嘅路。好，嚟談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鵬軍。很高興呢，上次海選已經通過了。那針對老師上次跟我說的一些缺點，譬如說拍子啊，或是說跟樂隊沒有這麼融洽。那在這些缺點呢，我回家就是特別的練習。那這次的帶來的歌曲呢，是《回家的路》。希望呢，我可以把老師講的缺點改正，把這首歌曲完美的呈現送給大家。謝謝。
清楚，有几多的苦，求甘喊无记得，全无卡的路，也感动清楚，有几多的苦，用心共度半梦世界梦丝路，全无卡的路，也感动清楚，有几多的苦，求甘喊无记得，全无卡的路，也感动清楚，有几多的苦，就半途半梦世界梦丝路。罗大哥好，海清姐好。哎呀，哇，这个就蛮有那客家人年轻气息啊。对，为什么觉得好像今天听你唱歌不过瘾呢？用板拱，好像很快就结束了。哦，对啊，你刚刚根本没在听呢。有啦，快歌嘛。对啊，这当然不过瘾。哦，这首歌对你来讲很大的挑战嘛？对，就是跟以往的曲风不一样。对你很过瘾。要诠释一些新的东西。哦，真给呢。对啊，这一次没穷用呢。以往都是唱慢歌比较多，抒情歌。就是想说可不可以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本来就是要挑战自己啊。不知道会怎么样。那你自己唱完，你这个敢不敢呢？当然还有进步的空间。对，多大？应该会很惨。我多大？这么大就有点没有了，因为你看他刚唱到，你都完全没有听到你。你刚不是说我没在听吗？哎，到底会怎么样？我们要唐亚欣赏的公平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总飞欣赏。平君，老师好。董鹏毅看到你再回来比赛，对，然后觉得你今天要去挑战这样不同的歌路，我觉得很棒。那在这边给你一些建议，我觉得你刚开始唱，我就觉得你唐起来有一点紧张，很紧张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整个是很紧绷的状态，所以你的声音就非常的紧。这个是我觉得你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到的，但是一次会比一次更好。那在这首歌，因为你整个都很用力，所以你从头到尾都一样的一直往前冲。哦，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有一些地方其实你可以有拿捏，像你前面就开始因为很紧张一直往前冲，所以你在副歌的时候就听不到，我们都听不到那个副歌再起来的部分，因为你已经没有空间可以起来了。好，那但是在回头的时候，不是有一段比较轻的地方？对，但那个地方有比较轻，可是你的音准的拿捏就没有那么好。在这个比较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你肚子的那个力气要把它保持好，你那个稳度才会在那里，然后稍微放一点气在里面。好，你的声音就能够在那个稳定的度里面，然后再回来副歌的时候你再出来。其实唱歌一定是有进有出，你才能够休息。不但你自己的喉咙能休息，我们听众也能够休息。所以你要知道东西能够出来，前面第一句的副歌出来了之后，第二句、第三句可以再回来一点点，然后重新再出发，才会有那个层次。不然这首歌从头到尾就听到你一大拱声音一直出去。好，但是这是一个新的挑战，我相信下一次你会更进步。好，加油哦！谢谢老师。一大拱是什么？一大拱是，对不起，我的形容这样子吗？就是一大片的意思。这鬼太拱的啦！鬼太空太高，走，打唐也是啦，哈，唐也是来干嘛？唐也是坐后面。大概是。好了，看分数。主评权嘅分数。
救生衣粉。救生衣粉现在1分了，但是这个徐世伟老师本轮24分啊，你是不是看到年轻帅哥才这样子，对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是啦，你很帅，对。OK， 今天彭君，我今天哈，因为你算是第2次回来，就我认识你到现在，你还听一摆转来。其实我对你头一摆的表现，其实我是很有意见的，非常非常有意见。其实我很欣赏你，你应该自己去开创你自己要的一个唱歌的歌路，我觉得适合你的歌路。可是那时候我感觉你是2码事，好，你学的歌跟你唱的歌跟你的年龄是完全不搭的。我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你。可是我今天为什么要给你这么高分？第一个，我觉得当然刚刚慧茹老师讲的都是你要改进的地方。不过我觉得今天我觉得要给你这么高分的原因，第一呢，我看到你的油气少了一大半。你的油气，就是我看到你唱歌的那种油气少了一大半，你应该要有的 rock 的感觉，本来看到懂的。我觉得你有把子轩这首歌他要的精神跟他要的原创，给感觉，你有把它拿出来。好，这是我希望你在控制自己的情绪、跟控制你的表情、跟控制你的声音，呀3种因素里边，吃到你已经把你之前朱鹏君跟用哎，在我心目中扫掉了。我希望你继续找这样的路子的一个歌声跟歌路的方式，去找到你自己要的定位，因为你后面还有很大一个前途。人家上一其实当适合做VV 当专业的歌手。所以我希望那条路自己有坚持的话，我希望去行自己的路。你想要怎么样做，你自己勇敢一点，他勇敢的位去找出你自己要创新。OK， 好，谢谢老师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哈，还有谢谢，保持这样子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好的，回着休息。好，下来，路上用带了什么安奖？会不会有那个鸡麦的？不是哈。西麦啊，这是西麦的。我的 key， 好，可以，冲他冲来。上摆虽然顺利过关的，不过线上讲爱本身是系个挑难的。所以爱2摆是先修，爱本身是当熟悉个歌，嚟下强上掉的，希望2摆做得顺利过关。的人生，风花有嘅入来查，什么的安详爱马杀，爱上都是要潇洒，爱爱唔会差。什么的安详，什么的安详。手上嘅一枝花，拍拍嘅牙齿，疯疯嘅嘴唇，无处啊对讲法。什么嘅安详，什么嘅安详，胜过嘅没有办法。标准嘅身材，甜蜜嘅笑容，色彩也得人生。唱着害羞的，你这要比还是不比？是啊，你这是要比还是不比？要腼腆一点，不要太直接。哎呦，嘿。但是你刚刚唱亲民一条歌，我发现你这个男的很凶哦。
真的。对啊，好像人家如果不答应你的话，你好像就会要怎么样？对人怎么样那种感觉。爱难买你有必要这样吗？哦，冇。有必要吗？有必要这样吗？拍摄啊，拍摄。年代有暗雷哦，人家没有在夸张话。当然我就夸张嘛，对啊。不要这样影响他的分数。不会，这个这把他的这个叫优点，有一些人没有那个中气嘞。对不对？好，你唱 C 嘛？C 麦。你要不要挑？上个礼拜有一位参赛朋友啊，他挑战到 G 麦，就是高了2个 key， 哎，按过。那挑战一下嘛。送不起。送不起啊。试看看嘛。好，吃看嘞。好，吃看。什么的安将，什么的安将，手枪给。拍嘅牙齒，瘋嘅嘴唇，不出阿妹講法。什麼嘅安將，什麼嘅安將，成功嘅沒有辦法。標準嘅身材，甜美嘅笑容，色彩也得印象。來咯，風花要幾入來炸。上到斯文又後生，愛愛為啥？中不對。哎，这一段要剪掉了。这有列入分数吗？真的，这个 key 哦，不是一般人的 key。对，但是他算。你算厉害了，可以飙得上去。有啊！你再 rock 一点，你可能就更上去了，哎呀，对吧？哇，厉害！哎，高2个 key， 没简单。对，刚刚那个不算了哈，那个不算。老师，那不算哈。对，刚刚那个算的话还要加分才对啊。真的哦，那算。那算，那保留。哎，那我讲啦哈，你挑战从国家就犯了，哎，从头讲的一个毛病。你表演的人哈，你送推到。推下莫强动，上推下情绪会亢奋，所以你在调定 key 的时候，你第一次为什么我说分数反而要扣？因为你定到你的最低的音，所以提大嘅音弄成重摸好，摸准又摸上出来。还有一点。小康老师在这首歌其实做了很多小小的小编曲的变化，那这里面其实是很有空间给你去表演的，所以你摸好利用那是请大众哈，所以我感觉是讲下次所有的朋友们听到，上个礼拜我讲过，今天我再讲一次，我从过噶。一上到台子之前，你就要先把心理先准备好，等到音乐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要跟着音乐。把你的整个身体放松到你在平常练唱的时候那种感觉，所以相对的，你在前面定 key 的时候，你就要把你的身体调整到说，哎，我等一下唱的时候会不会情绪再提高一点？通常你可以尝试，像小刚老师人这么好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尝试说，那老师麻烦你升半音或是一个全音，让我试试看，往你自己最高的那个高度，就基本上这种情况都是往上调。会对你来讲会比较好，因为你上台就会比较亢奋、比较紧张，这样嘛，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前面的那个歌、那个唱法是正式的唱法，给彩公重摸火，对，因为对刚才讲差点把你打出去，哎呦，是在讲，我是觉得说，来比赛的人心理的素质今天是抗压，那么你在这个心理的素质方面。还好你把歌整个都唱完了，没有太差。不然的话，我觉得如果抗压力差的人的话，定成这个调，然后你再唱下去，可能真的就报销了。所以我也希望所有参加的朋友们来比赛，请把自己的状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调整好，哎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希望你好，看本书来。路上用个本书。是天城市斑斑马。也个
嘅嗓音吼，當有嗰種家鄉嘅味道。其實我做哦，當日嘅歌聲拄好做得深度，我特別細時節，談到山歌嘅，或者講談到老人家愛獻嘅嗰種感情。我看到他，我会觉得他好像观世音菩萨。观摩观世音菩萨呐。看本书来。路上用嘅分数。过关，不错，强哦，哟，真强哦。其实我建议啊，像这种歌啊，少选，因为它没什么挑战性。除非你挑战那个曲脉。对，你应该选一些你这个音比做的，你们年轻人可以表现的一些东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加油加油！嘿，好嘞，回做休息哈。好来，撒下来。齐松喜帶來藝嘅欣賞。來，談過啦。我今日唱藝嘅欣賞，我非常歡喜耶穌歌嘅。平常呢，我也有學耶穌歌嘅。今日希望嗬能夠順利過關，也希望大家為我加油。但是迢迢低頭看以前行過的路，層層心酸用心疼，奔波嘅人生途路，風風浪浪，愛一步一步慢慢行，是变成是万般难，当作一生的路长，虽然路途艰辛又难行，爱情只恐排除万难，以後將有光明嘅前程，是變成是萬般難，當作一生嘅路長，雖然路途艱辛又難行，愛只留只恐排除萬難，以後將有光明嘅前程。主持人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起松喜，阿 Higo 起松喜。齐松喜是什麼？哎，一條歌係咩？林泰時寫嘅歌曲啊。係啊。我發現很多參賽者很喜歡那個林老師的歌吼。嗯。我覺得你偷下歌誒。林老師嘅歌非常普及啊。衝到後會發分數嘅情歌啦。其實人家唱到以後，一條歌唱到當好。安尼來，安尼先嚟談一下欣賞的公平。好，國立老師。松喜哥你好嗬，人家嗓音嗬，人家嗓哨嘅嗬，當有嗰種中文個煙燻嗓嗬，啊用下巴嚟形容嘅話，就有當有一種家鄉嘅味道。其實我做哦，當日嘅歌聲拄好做得深度，我特別細時節，談到山歌嘅，或者講談到老人家愛獻嘅嗰種感情。但是人家唱嘅流行歌曲啊，當奇怪嗬，因為我有安尼效果，原因就係入面日嘅嗓線，本人嗰種舞轉舞嘅感覺，嗬。
也係日強項啦。但是你記得一件事情，就講，像佢哋從樂富國家有些強迫，有一種細從千萬唔好煩咯嚇。萬一講咱明年讀到2-3同分嘅時間，有種細從會就會本跌下去哦。一旦當中要基本講嚴準拋嘅，老人嘅果實一聽到股權嚟嘅，現狀嚟，而家3樣基本容易做到嘅，然後往更加好嘅方向去發展。分數天天的拿，天天的問，一步一步的行。安尼將會本來就看到人嘅成長，人嘅進步，你將會長長久久留在舞台當中。基本上唔唱歌，人嘅上線我講一喜歡啦。好，加油加油哈！謝謝謝謝。好，謝謝哈，好嘞，看一下分數啦。係，請送呢個分數。謝謝老師。恭喜過關咯，冇問題。個好，安尼殺下來呢？李文賢帶來法術下。哎呦，非常有味道的一首歌嘞，彈過來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文心。還記得上一屆總冠軍賽，我跟陳婷婷一起合唱過這首《法術哈》。那今天呢，我選這首，我要一個人唱。那希望今天可以把它詮釋得很好聽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歡。法術哈。你是彈過嗎？法術哈，開到令你嘅法，你係行過去，開風風啪啪嘅法。就跌落你面前，跌落你肩背，跌落你腳下。法術哈，你是糖果夢。法術。開到黏黏嘅飯，面係香過去，該風風啪啪嘅飯，就跌落你面前，跌落你肩背，跌落你腳下。法術哈，又已經臨3點鐘。法術哈，又已經落師傅走過嘅人生，走過嘅世每夜，就像街門前飯，來來去去，唔知幾多散。法術法術嘅法術嗯哼，啊，再一次哈卷土重來，你幹嘛？我覺得這個氛圍很適合旋轉。嗯，哎呀，棒哦，空靈呢？是啊。哎呦，就
第一次唱这么空灵的歌，其实有点紧张。哎，没有吧？你应该之前没有唱过吗？吧？没有，之前是抒情歌跟空灵用比唱抒情歌，但是人在放空。跟这个今天这个空灵诗是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其实是还是有点紧张。哦，会紧张哈。对，而且他歌词又这么少，歌词那么少，感觉就是很容易听得出缺点。对。对，客家歌其实有时候，你看这个有时候写歌就这样，哎，不一定要词要多，对，短短的，哎，就听起来就很美。而且反而我觉得词越短越少的越难唱，因为会多很多音出来。上来之前，我之前唱过那个黄连玉老师有一首歌叫《某空拥的你》，也是啊，就几个字而已啊。真的吗？有船渡也落地风。离家10個月，強陽嘅日頭，強陽嘅天籟，強陽嘅山歌。唱無停，有船渡也落地風，無強陽嘅你。你只是想要好好的唱完这首歌而已吧？很长啊！哎呦，很长啊，才几个字而已啊，几十四的音啊，很多啊。那剪掉嘛，剪掉，很长的剪掉嘛。好了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剪他的。对。所以等一下分数凭你的。我就看到他，我就觉得他好像观世音菩萨，为什么？长得很像。有的观是弥勒佛吧？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有一个小孩子有一天不乖，你知道吗？他被他妈妈说：“你去观世音菩萨前面跪着。”才可以吃饭，跪着。如果观世音菩萨跟你讲说你认错了，你才可以吃饭。好。对啊。好。他就去跪没一下，他就跑出来，哎妈，我要吃饭了。我说观世音菩萨要答应你才可以吗？有啊，我跪在那里，我就跟观世音菩萨说，观世音菩萨，我肚子好饿，我可以吃饭了吗？观世音菩萨就说 OK 啊。终于有一个不用剪的了呢，又有一个，不用剪了，不用剪了 ，OK， 开心的，观世音菩萨啊，不，庄慧如老师。好，其实我觉得刚才罗哥那一段是非常非常棒的示范，那刚好是文心你缺少的部分。你是说这个？不是，示范的那个。只有刚刚那个哈，对 ，Q 用个楼梯缝，嗨，错，对 ，Q， 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对，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你看，刚才罗哥唱了几句，我们全部都被他吸引，因为他刚开始唱，他整个人都进到那个歌里面，那今天文心有一个这首歌，就像你说的，他歌词很少，那你很怕空在那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怎么做？这就是你今天这首歌最大的一个问题。像前面，我觉得你从头到尾都在等拍子，法舒哈，然后等，你是唐国某，然后又等法舒。可是其实，在这个音乐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法舒哈，你是唐国某，法舒哈，你就不会断，有没有？你的那个表情真的其实可以是。真的，法舒哈，你是唐国某，法舒哈，对不对？你整个都在那个音乐里面，我不会让我们觉得
画面你回去看转播你就知道，法舒哈，然后等，你不能快要到的时候才有点表情。那这一首歌法舒哈，然后你又等，也是每一句都这样。其实你在连接法舒哈，也是连起来，你不能发舒哈，然后也是都让我们听到你那个转接，从头到尾都是这个问题，很可惜。你这样像一幅一个画面应该是这样子，可是你让我们看到都是断的。好，这个是上次在客家新乐园，我有唱过这个歌，真的，我前面就跟疯子一样，法舒哈。对，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你好，就是那个感觉你要出来。对，那是非常重要。你像我刚才示范的那样，你要有那个整个人在那个里面，这是你最可惜的地方。这首歌我觉得就在，不然你整个声音是虽然有一点小音准的问题，可是还可以。然后你那个法舒哈，你那个空灵，你们哈太紧了。如果要空灵，可以把共鸣再放后面一点，应该会更好。加油！好，我们这个叶老师哈，老师你要表演一段吗？不是，现在已经整个的比完，我们要公平起见，我要讲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好，因为那个文心，你是最后一位，然后你是其中完全不懂客家话的一位，那你能够进步到这样，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。那尤其前面所有来参加比赛的朋友们，我还是要讲一点，是你们在咬字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咬清楚。前面的几位比赛的歌者呢，比如说像鼻音的部分，该收的地方都没有收哦。那至少人家文心做到了某一些地方，当然也有缺点。我特别指出来，像说各位懂客家话的人，谈一下就是说做给咱们三。做过个 say more， 像这个地方，因为他不懂客家话，他就不懂得把那个 say more 那种小小的小语区弄过来。但是我们懂客家话的人，唱歌就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做出来。然后尾音呢，比如说有鼻音啊，或有那些地方的话，通通都要考虑。所以唱歌不是把音唱准就好，是一个句子跟另外一个句子都要设计好。所以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，下次我们在做比赛，我们在碰面的时候，我希望看到各位是更进步的，好，所以请各位加油，在这个方向努力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好，那看分数来。李文行的分数。哇，我本来以为可能分数没有很高呢。哎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哎呀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再拼到最后面去，好吧？好，加油！好，休息一下，回座休息。哇，今日7位的挑战朋友全部比赛了，全部过关。全部过关啦！恭喜恭喜哈！先多谢4位辛苦的，思梦先生，谢谢辛苦了哈。好嘞，看传统组的比赛来。也係傳統組嘅比賽啦。對，天意禮拜。係啊，那接下來呢，評審先生，昌永年先生，李秋夏先生，羅英先生，賴明真先生。講下規則啦。好，有請到鄭校長。今日嘅比賽哈，很多淘汰賽哈，給大家要注意嘅鐵哈，唔好降山啊。天一組強運啊，運啊，要牽到來哈，從3個運一天都要牽到來。第3伴聊要猜，哈，第4咬絲要爭，啊，前後嘢要注意運氣哈，就運講哦，我運氣其實咩，係丹田嘅力要有啦。哦，我相信按嚟落去，應該大家從冇乜嘅問題哈。祝福大家。今本日都順利過關，加油！好，謝謝，好。了解。好，安尼就大家準備好嘛？Are you ready? Ready?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 go 咯！
刘水莲带来3个字。大家好，我係劉水蓮。我今年選嘅3個字係平常愛動手練長愛，希望今年愛做得順利過關。大家為我加油哦！水蓮子，你好，你好，都冇水係咪？電動球咯，電動球咯。電動球，你做嘛電動球做嘛？因為我們露營嘛，有些天氣長嘅啦。冇啦，來啊！你做得啊，雖然係忙倫敦，做先下來啊，觀摩一下，觀摩一下跟其他潛水站比賽嗰種情形，冇看到對方。對呀，我有這樣跟他們說，跟他們這樣建議啊，可是他說不要好了，越看越怕。我驚，我驚哦，我驚啊你！我喲，冇驚啊，冇驚啊！你之前跟芒斯去其他地方比賽過？有啊。哎呀，你嘛好驚。唔係咧，看到比賽是會驚嘅。哦，看到按多年就會驚。比賽兩隻是會驚。唱卡拉 OK 就唔會驚。哦，好啦，來，俺來唱一下欣賞的貢品，好嘛？有唱的鄭校長。劉少志今日創一個3個字，一個拌料要青菜，牛絲要算賬，但是對於一個按那個餸啊，嗬，要拄到高鹽的蔬菜，像天意扒嘅最危險嘅最，然後人生快樂嘅快，還有幾10年嘅10。你從了3隻絲，你吊起來嘅時間，嘅鹽嗬，有的會過頭，有的會冇到辣。人生快樂樂環，第16年啊！嗰時咪也部門係來注意，一天會從來要較好。加油！謝謝老師。好，按住先，嗬，釣過癮，釣較好就會較好啦，係啊。哦，專業。10年啊，3盲練啊。沒有。好，來看一下分數來。劉水蓮的分數。加油！你做對了，謝謝，過關啦。好，謝謝哈，謝謝。下次還可以再來。好，可以，除非你自己不想來。下次一樣哈，早上10點要來。要那麼早。好啦，沙來。黃桂華帶來平板。來，唐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今日唱嘅係平板。
我要好好啊来表现，希望大家为我加油。我那天不是那个我去南浦嘛，我就在那个车厢那边就拍一张照，后面都没有人，然后就有人就留言，哇，我还以为是韩星呢，哎，我就看下来，林归兰，他留什么？他的哥哥，你这个装扮好像要去抢劫哦，酷哦。你好，各位主持人好，天时地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很有礼貌哈，几法子啊来几啊拜啦吼，冇幾多拜，算算伊就差唔多5、6拜啊。冇啦，2、3拜有啦哈。差唔多。差唔多哦。跟你阿弟在上班？科学市区啦，新竹市。科学市区。哎，有这个地方。可是行政办公大楼嘅清洁工。哦，哇，这个非常伟大。对啊。对呀，是啊，没有你们，哎，现在我最近看一个广告啊，对，他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这么美好的环境没有你们来美化绿化啊，来帮忙清理，哎，都没有办法呢。对。对嘛，没办法揾他个安好的空间啊。而且我刚刚。这种工作是真的是很伤身体，然后动辛苦的，动辛苦，对呀。你咧做从1多点做到1多点？还好啦，我家还单纯，我就做4点钟去。哦，4点钟哦，4个钟头哈。4个钟头，然后1个月大概可以赚5万块，对。唔做头工啊，乱做。好啦，按照谈下先生的讲起，好嘛，欢迎秋霞老师。因为创国快乐的嘛，就会按人啦。啊，了这舞台，那个大舞台，有了这个舞台是帮着展现一家有表现的机会，所以你就来到了位，个面现做了3面出到2现，强爽。在你强爽的时候，心情非常平静的时候，创国出来要更加好谈。所以外加要谈你柔软度要拉，你嗓嘅音质也非常好，你韵味啊、韵脚嘅清好，就唯一缺点就你面型，我紧张。
不紧张哦。不紧张，不紧张。我看人个嘴唇印刷啦。所以你转去可能就会过真个所在，其他讲老师发啦，无嘛个缺点。啊，你从个甲讲个，你转去能够过真，哈佛的成绩会更加好哦，加油哦。好，新闻先生。好，谢谢。按照看一下人个分数了哈，来。王规法分数。阿曼的歌，阿曼的歌是什么呢？对啊，这是分歌哈。哦。你们平常是在演奏谁的演唱歌诶？冇啦。冇啊。冇京都吸尘器，京都金配歌词。冇啊，个潘公是按导演在做，唔在唱歌。冇，由大家从哪里冲啊？按昂哦。你充满大家糖啊！哎呀，汤大家的保命。这唔会紧张的，对吧？好啦哈，恭喜恭喜哈！我哋去做休息，按住先哈。好嘞，撒下来。祝兴奋带来3个字。来，唱看啦。大家好，我今日要唱嘅3個字，我追求農業實忙啲嘅好哦，希望觀眾朋友能係多多加油，拭目大家。兴奋，主兴奋，两个在同一个在喊，很可爱哈，好可爱哦。对呀，当邓云霞啊。因为我也跟两个怂啊，不会啊，怂的可爱啊。是吗？我觉得很怂哎。就怂的可爱呀。不奇怪呢。对啊，当邓云霞来，一名喺爸爸哦呢。阿婆。其中佢哋話好似米粉呀嘛個嘢。佢講較好鹹啦。哦，較好鹹乜嘢呀？阿粉呢？阿粉冇。这样的意思的他。也喊人会有分级哦，唔係分妹。分级。分級。都細嘅。哦，其實之前咩接出去都不會比賽啊。哎呀，又是客家大姐。對啊，奇怪哈。田春義。對，用所有嘅參賽朋友，他個基本上哈，之前就會先去過田春義的比賽哈。一片比賽，有冇得比啊？嘅。嘿。哈，用板哦，你用啊。練膽嘛。哦，先去給他練膽，練。一片較多人參加啦，那邊對手比較多。那邊對手很多，那邊對手就不多。那邊比完來我們這邊呢？哦，應該可以這麼說啦，哈，就是所有的地方性的比賽，哈，跟咩當重要比賽，但是人家客家老年大擂台是，安尼這個客家比賽當中的最高殿堂。哦，係冇，你安尼認為咩？係啊。所以先去外面磨練經驗，哈，磨練一下，再轉來安尼。好。唔家咁要唱唔出歌嘅？唔聽明白嘅啊？
哦，一般是讲，我哋焖鸡花吼，其實是創唔錯嘅樣嘅，如果冇其實冇肥，你知嘛？以為你真 man。係，佢上嚟加。快睇啊，快睇你啊咁樣。没看到帅哥啊！好啦，那阿唐先生的贡品哈。来，罗英老师。好，阿芬记哈，应该从俩三个字，我启动从到行润流水，也是分解自然流畅哈，还讲解上任解本质也一量，所以你从俩三个字对你来讲当适合。咁讲呢，你我启动做得很下好嘅位所吼，就係應該個人同伊來聊聊，要差一點點，吼，比如講你嘅聽耳機吼，唔可以差。嘅 voice 喺個提示機嗬，乃要推嘅推嗬，因為調高音上去，咁講呢總係感覺嗬少一點點嗬，冇講音咪冇講冇準，嗬咁講因為你就係硬把它唱上去，所以應該潤咪嗬就少了那麼一點點。香港嘅自然啊流暢度係講了你係個人做得表態到很下好，喺上呢會很下加分。係，謝謝老師。好，咁你再唱高中嚟補充下嚟。鄭校長。我對阿芬姐嘅一個創業嘅三個字嚇，非常嘅肯定。我家講過，無論夾嘅音也要肯多，拌料也凊彩。咬絲也清章，假使以我嘅看法，以阿芬姐來講，佢創業三個字做得唱歌比下較好。佢安樣咯，人個天意拍做天意機，認真打拼，然奶油推嗬，做得唱無同樣嘅強啦。唔是達到都認真打拼，也係奶油做得唔是安尼唱。你係要改變無同樣嘅強頭嘅世界，唱起來，我本人感覺到較有變化，安尼會較好。係，謝謝老師。建議。好，按照這，好，係啊，講好嘅建議哈。係，按你看一下分數咯。主評分嘅分數。恭喜你，91分，過關，冇問題，恭喜啊！係啊，哈，安尼喊伊擺個餅啊嚟啦，哈，好，謝謝哈，加油加油，好，來殺啦！是金賞帶來平板，好嚟彈開啦！各位鄉親，大家好，又做得老大家見面咧，嘛心肝都意歡喜，今晡日我愛創嘅係平板。希望有大家嘅加油聲同我做伴，什麼大家什麼。父母
大家好。嘿，你好，你好。好，这修字啊，修字。嘿嘿。修字啊，名嘅屯那个像韓國人嘅名嘅咯。真秀。因為象棋嘛，韓國東都象棋。哎呦，金嘅啊，哎呦，修嘅啦，哈。哦，所以你也是哈韓就對了。你喜歡嗎？我小朋友哈韓。哦，小朋友哈韓哦。其實現在很多人都，我那天不是那個我去南浦嘛，那現在高鐵不是在南港就有起站嘛，對不對？那因為我就近，我就每一次就會到南港去，好，然後坐高鐵，對，然後有時候南港你去的時候都沒有人，第一站都沒有，有時候回來也是台北人家就下光了，回到南港就沒有人，所以我就在那個車廂那邊就拍一張照，後面都沒有人，然後就拍一張自戀，然後就今天是包車嗎？還是什麼之類的？對，FB 就這樣，就是好玩嘛。哇，那就很多。而且比你有當海人。對呀，我就是戴一個毛帽，然後戴個墨鏡，這樣子，然後就有人就留言，比如說唐崇盛他就留言啊，哇，帥哦，對呀，好像什麼周杰倫剃了鬍子什麼之類的，啊，有人講哇，我還以為是韓星呢，哦，什麼真的之類。對，然後像我就是留，你有留嘛，對不對？搞什麼？你搞什麼？對，我就看下林歸蘭哈，對啊，走秀那個林歸蘭。鬧熱林博。林歸，我看一看，他留什麼？他的羅哥，你這個裝扮好像要去搶劫哦，酷哦。我們節目什麼時候可以再邀請到他來？我穿就是很時髦啊，然後戴毛帽啊，戴墨鏡啊，這個很時髦的打扮吶。對。他說羅哥。巨星的打扮。現在他邏輯跟人家就不一樣。對。他那時候在留這段話的時候，會不會拿着手機邊學走台步呢？生意啊！他现在不能摔哈，不能摔哈。哎呦啊！什么东西不能摔啦？你又有了。你不要每次都逼我在节目上表演打13響，好不好？你不能摔，也不能打，你干嘛自己打？对啊，證明自己沒有就對了呀。我那天去上三星報喜也是這樣。於大哥說：“現在小心哦。”對。啊，你今嘛是有心啊喲。我就表演13響給他看。哎，不過林歸蘭真的很可愛哦。對呀。對呀。奇怪了，什麼邏輯說我要去搶劫呢？是不是？酷哦。來，公平，賴宇先生，啊，賴穎先生。入面嘅市金小公司哈，創個平板，人講啊嗬，平板使用啊，嚇，用嚟去做用，啊，所以呢，人可以講啊，用意志形象啊，啲私鹽呢，喺個人做過，假使個私鹽喺發喺大鹽嘅部分，大嘅地方，人就標下來。我家唐創嗬，像個望子神了，你像一個神啊，應該係標到大下來，但是唔標嚟唔拉下，當大上嘅個用冇做到啦，嚇。嗰個量嘅後背咪嗬，有啲微軟啊嗬，做到踢破啊嚇，變到樣咧都強嘅，像那嘢流行歌樣嘅。安尼翻啊，就是講，也同人家哋原來傳統嘅平板嘅味道啊，只要差到一啲啲咧。個然後呢嗬，耶穌歌嘅嗬，其實耶穌歌嘅嘅韻腳嗬，係一首當標準嘅一隻韻腳，當正嘅韻腳，唔好講天機閃咩，鹽韻閃，先後冇係劍嚇，也係閉口音。天機嘅世界啦嗬，實在就做唔得，應該嚟講，要提完整性嘅話，應該要傳啦。去了花沒有傳咩？傳，嚇而去傳。一個私音啊，嗬，人哋用開了私音嚟音出來，佢哋閃、潛、檢、耶穌歌嘅，就當完美嘅，嘅韻腳就無懈可擊啊！但是當可惜咧，唔拿得唱到沉啊，係沉係恩韻啊，恩
唔要饮，好，所以你无控晕啊，好，所以无控晕啊，哈，我是说原来佢本来就係一個當完整的晕，快嚟人創嗰啲創都冇對嘅吼，也真可惜啦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就講嗰日嘅七萬件嘅萬事啊，一萬事嘅歌片條咪歌音啊，吼，平平去七萬冇七萬，把你一衝啊落去變到四十萬，啊，變到安尼，所以要注意啊。其實人生啊，吼，我聽起來清好，因為人生有肉，而且歌音又辣，但是呢，也得有地方吼，我是希望講可以注意下，就講一個音樂嘅問題，一個乜嘅咯，試音。好像望子成龍，嚇一聲啊，飆下來，目標都按歌啊，飆較大條嘅，因為啦，唔單止時間念咗啲咩，用西藏嚟講話，嘻，始終飆下來，始終會飆下來，飆下來㗎，人就也會發生，單個人就單個發生，按你話一平板嘅音就會做到當鐵樹啊，大要大多，歌要歌起安尼。哦，所以要注意啲啲咧。好，什麼先生？好，按子先哈，好了。殷老師，其他在行誒，對你嘅上任嘅部分本都建議，就係講，你從嚟客家歌曲最世上最有就大家都會的一個這個表現度，就係你嘅鼻腔共鳴動作，和加上你嘅上任吼，你的聲線又比較細。比較尖一點哈，所以呢係講你咬字嘅部分，譬如講你嘅虛字、那、了，你嘅嘴型下抬掉，怎會按尖？好，因為你嘅上音本來就細，那如果你的嘴型又這麼小，所以你的鼻腔很多，那按到嘅鼻腔共鳴出來，嘅上音挺尖咧，好，所以你彈起來彈久就會知道聽不久。所以咧，可能因為自家就講做到功課，可能把本意嘅上音，譬如講賴老師講嘅上音吼入肉入骨，好，可是如果筋太多，好，那就會聽起來好像是不是有一點點需要調整？好，安永興愛雄，你的表現度會更加的進步，是嗎？好，謝謝你。好，來看一下分數。齊金秀嘅分數。三個了來唔難一個韻腳填韻吼，佢曉得用轉彎嘅音吼，也係非常特殊，也係親和嘅表現方式。哦，也做客家山歌嘅一個特色。我家可能整體上嘅表現啊，哈，不論係山也好啦，啊台風也好，整體上看起來就一流暢啊。我是希望啦，哈，喺呢邊嚟揾隻歌路啊，啊嚟表現一下看啊，哈，我相信英文難度唔正常啦。來看一下分數。齊金秀嘅分數。容易啊，91分咧，恭喜啊！加油加油啊！好了，回做消息。好，接下來唐英秀帶來3個字。彈翻啦。嘿，今日我又多轉來了，比賽鬧熱打擂台，今日係唱3個字，呢擺3個字我就嚇熟掉咯，特別有練咯，希望今日做得過關，大家讓我支持指教，耶！好
持人吼，嗨，老哥，哦，你过模啊！叫我看到你哦，因为过模啊，是那个，安尼咧看到人就很面露过。嘿呀，我穿田都唔赚无嘅哎呀，这个穿嘛，无个又穿钱做你落被搞咧，对不对？现在在演哪一出？嘿呀，你阿老公做唔得，温哥提啦。萬一啊，要做唔得，你翹馬條，你翹嘛？我穿田唔做，我愛做嘅呢。哎呦，嘿妹，又看什么时候口味换的那么彻底？演咧審腳細茶一樣。嘿呦，哎，神氣是真神氣啊！你老公賺唔賺我哦？做新郎就大擦腳。哦，哎呦，哦，沙嚟，阿沙下嚟，啊，阿沙下。神氣是真神氣啦。電梯的電梯啊，啊，端田都唔賺喎。姑娘是低屋下啦。本娘都低屋下啦。啊，冇人講。賺錢都穿錢都唔會賺，唔又要講按多多啊。好，阿妹講起嚟嘛。對，阿妹。出國團結用啊，你叫我哋搖拍。你們一起合作過啊？你係咪有？對，冇帶冇錢啊，係咪老公嘅嘢？冇老。啊，講到你螺粉嘢咧，人都唔記得咯。哎，哪有個別事好冇？又嚟點啊！很欣賞的，來治療一下，有這樣的曲華先生來治療一下來，對。演秀哦，非常嘅發達。哦，佢咪可能多比賽，3歲就佢咪就嘅面上嘅表情就較輕鬆，冇緊張。啊，有冇人看到嘅偶像係嘛？偶像。你那女人啦，人數都當希望當可以看到你啊。人叔啊。係啦。人叔呢度寫。小馬嘅啊。按到小馬啊！咧啲呢度寫，我都冇算命嚟。43年次嘅啦。43年次小馬誒，咁呢度寫好。生出來嗎？呢度。生出來嗎？小馬睇係32歲，就是50歲，62歲。哎呦，唔會算命啊？要算命是聽來算啊？算命啊？係呢？哦，愛看哦，愛看安尼吼，誒。用滿意咯，看他長得不用看他長嘅咪，看妹細妹還好啊，不用還好。哦，當然飛妹較好。哎呦嚇，唔會講喎。誒，超下先生啲講片話嚟咩？唔兩啥做短劇咗對啦。好嘞，你嚟講，今日重點哈。唱三個字要選歌嘅啦。以前啊，從啲會睇你哋比賽同你講，T1季咯，T3季唔好盡量唔好唱 T 要3音嘅，因為你唱下你就會帶下來，為了做潤腳，你就靠手吹也要帶下來啊。啊，唱 T3季17、18你咪掉高音，唔該你就帶潤下來，所以啊，你就對你嚟講就比較實惠啲嘅嚇。咁嘅牛詩嘅方面，還做得唔過佢當山歌了來，變咗兩隻裝飾音去咧，哦，咁樣就比較較唔好。還有嘅大音所採嘅後音嘅做台，後音嘛，你唱歌你個高音，你要轉上衝上去大音嘅時間，你就記得肺活量要記得，嚇你變咗啲後音，左邊有後人來唱啊，所以你咁樣有幾隻詩嘅後音要做出來，嚇識佢條專業一度練，好嘛？好，加油哦！好，羨慕感謝。好，好，鄭校長。我對彭秀智唱三個字哈，佢嘅所謂嘅韻腳前韻哈，佢曉得用轉彎嘅音哈，你係非常特殊啦，也係親好嘅一個表現方式。我也做人家到客家山歌，唱山歌。嘅一個特色啦，只不過家下李老師也有講過哈，有啲嘅缺點嘅素材，加油會較好些，有啲部門啊，就等於講有啲牛師可能你要加油哦，好，係咪？好，是這樣子，牛師部門。
对啊，迄物嘢三马的问题，系冇？唔知啊，系啊。其实还好呢，加糖你冲的时间又还好，讲话有受过三马个冲的呢。那故意这样讲的吧？哦，但是你冲的时间又还好嘞。我数慢讲嘞。系啊，奇怪嘞。唔想我看本书嘛？假咁看嘛。假咁看啊！来假咁看啊！唐尹修一本书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恭喜！恭喜你！好啦，好赚你啦哈！下次见。专一请老公啦哈，莫凊彩因老公啊，等下补养要怀疑哦。啊，过来讲。系咪？好嘞，杀下来。番水我带来烩菜茶。嚟睇下。大家好，我係范水屋，我今日要從嚟別下線上嘅開菜叉，希望今日做得順利過關，大家讓我加油哦！两位主持人好，阿娥姐。哎呀，俺我这边那节目的常客啦。我第二次听一拜。啊，听一拜就算常客啦。对啊。听一拜你去一个6年前呢。哦，感觉动熟边呢。大众脸。对啊。你一点传堂去一拜。哦，你个就是生客嘛。哦。哎呀，听一拜有没有早起就熟客嘛？对不对？好嘛哈。哎呀，接来主顾客。系啊，主顾客。所以条歌嘅啲人，你节目当中嘅一少年唱歌吼。呢種係盲遊嘅。盲遊啊，竟然用做嘛想去挑戰入歌。我感覺嘅嘅旋律當好聽。哦吼。小調歌曲啊。就像柔柔的。看看嘅啫。哦。佢唔點都不咁識唱歌一條歌嘅。冇，聽一拜。聽一拜。我咩冇比賽，你喺聽一拜鬧熱大擂台比賽。哦，所以除了鬧熱大擂台，應該冇吹那會比。唔好比賽。因為喏，心衝會度唔掉。唔咩咧？我會緊張啊！不喜歡那種愛創嘅節目啊。哦，會太鬧彩彩啦。鬧彩彩。愛好好室內安靜一點的感覺。哦，喜歡 VIP 包廂。哦，哎呀，太喜歡享受比較孤獨的快樂啦，不喜歡熱鬧的快樂。咩啦，享受唱歌嘅感覺。唱歌嘅感覺啊。哦，好。讚。好，按你來唱一下現場貢品。羅英英老師。對。范太姐吼，你唱了小條歌曲，首先呢，我係先講嘅優點，就係我啟動嘅推風，吼動員，還講呢唱歌唱起來呢，就是
就是没有惧怕的感觉哈，然后你看嘅人看起来就很放心，然唔会容易紧张哈，所以我觉得推风的点呢，我想是一个很重要表现度的一个让你的那个唱歌比较更稳定哈。和係講吼，那真嘅本意建議，應該是覺得雖然你係曲調又還慢的哈，不過它是一個優美的慢板哈，或者是中板，所以呢。你可能係歌詞係好嘅，所以應該表情會做出來，當幸福嘅感覺，嗬。我認為你係曲調很慢，嗬，從起了你就學苦情。你想你係歌詞嘅詞意還是最重要的，好，你係愛不應該建議，是嗎？好，什麼先生？好，那再談一下來賴老師。范牧師唱嘅會菜上哈，其實耶穌歌嘅哈，你俾下老師條背，一隻表演一條歌嘅。哦。就耶穌歌當然有兩種，一種係像慢板嘅，還有一種係快板嘅啦。嚇，當然啦，我家看整體上嘅表現啦嚇，不論係聲也好啦，嚇台風也好，加羅先生講嘅重要，嚇整體上看起來就一流暢啦。我是希望啦嚇，喺呢邊嚟揾到嘅歌嘅，揾隻歌路啊，嚇嚟表現一下看啦嚇。我相信應該難唔到唔正唱啦。嚇，唔係講一天人就要唱一類嘅歌嘅，人可以嘗試唱其他啊，看無同樣嘅曲風嘅嗰種安尼歌嘅，啊，其他看得到安尼情形，安子先。好，安子先，謝謝。好，嚟看下分數。好，單選我嘅分數。92分哦，謝謝，好，謝，恭喜，好嚟回做休息。相信啊，和當到好唱歌嘅朋友啦，因為我哋節目已經到這裡到一段落啦。是的。哎呀，阿頓大家報告一下，我哋報名專線，0919388398，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。好，對，人家得了報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，另外呢，還有多謝辛苦嘅評審員長。謝謝。什麼小票？好，謝謝老師們。多謝。好，同時大家忘唔記得下禮拜同一個時間一點來收看呢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共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